你有冇試過咁嘅情況？明明自己已經好重視眼睛嘅健康，平時會買好多護眼產品，補充護眼營養素，甚至仲經常滴眼藥水，但雙眼依然成日覺得攰、乾澀、痕癢，睇嘢亦好似冇以前咁清楚。究竟問題出喺邊度呢？其實好多時候，問題未必係你保養得唔夠，而係生活入面一啲每日重複做，但自己冇察覺嘅小習慣，一直偷偷嘅抵消緊你做嘅努力，喺度不斷傷害眼睛嘅健康。今期我哋繼續同大家分享《一輩子嘅好視力》呢本書。我哋除咗學習點樣主動保護眼睛之外，亦要知道喺生活入面有邊啲行為可能喺度無形咁傷害緊我哋嘅視力。所以大家不妨一齊檢視一下自己平時嘅生活習慣，睇下以下呢啲雙眼行為，你又中咗幾多個呢？壞習慣一：長時間盯住屏幕，咁唔單止傷眼，更加會令眼睛失去調節嘅能力。我哋嘅眼睛其實有一套自動調節系統，當我哋望遠、望近嘅時候，眼睛會透過睫狀肌去調整焦距，令影像保持清晰。但如果長時間嘅睇手機、電腦等近距離嘅屏幕，眼睛長期處於望近嘅狀態，睫狀肌就會一直保持緊繃，冇機會放鬆。時間一長，眼睛嘅調節能力就會慢慢下降，容易出現眼睛疲勞、酸澀，甚至睇遠嘢嘅時候會覺得模糊不清嘅情況。所以長時間用電子產品帶嚟嘅問題，唔單止係眼乾、眼攰，更重要嘅係可能令眼睛慢慢失去靈活調節焦距嘅能力。講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都會話：咁點算啊？我每日都要返工，都要長時間睇電腦、睇手機，根本避唔開。其實大家唔使太擔心，喺《一輩子嘅好視力》呢本書入面，就介紹咗一個由平松類博士改良嘅20-20護眼法，幫助我哋喺日常生活中放鬆眼睛，改善長時間用眼帶嚟嘅負擔。一般國際上流行嘅護眼方法係20-20-20原則，即係話眼睛每望屏幕20分鐘左右，就要望向20英尺，大約係6米以外嘅地方，維持20秒。目的係透過短暫望遠，令眼睛由長時間近距離對焦嘅狀態得到放鬆。而平松類博士喺書入面就將呢個方法調整成一個更加容易實踐嘅版本。每次睇手機或者電腦大約20至30分鐘，就刻意合埋雙眼20秒，或者將視線移開，望向房間入面最遠嘅位置20秒。雖然只係短短20秒，但呢個小動作可以幫助眼睛暫時放鬆，避免長時間固定喺近距離工作，減輕睫狀肌嘅負擔。所以下一次當你睇手機、睇電腦嘅時候，不妨提醒自己，俾眼睛休息20秒。壞習慣二：長時間保持同一個姿勢，身體僵硬都會影響眼睛嘅健康。好多人以為護眼就只係訓練眼球，做眼部運動就足夠，但其實我哋平時嘅身體姿勢、頸部同肩部嘅血液循環都會直接影響眼睛嘅舒適度。點解頸椎對眼睛咁重要呢？因為輸送到眼睛同大腦視神經嘅血液都需要經過頸部嘅血管，所以頸部嘅健康狀態其實就好似眼睛嘅生命線一樣。但而家好多人有一個常見嘅問題，就係長時間低頭睇手機，或者一坐就坐幾個鐘咁對住電腦。呢個時候，頸部、肩膀同背部嘅肌肉會長期處於緊繃僵硬嘅狀態，情況就好似一條水管俾嘢壓住一樣，血液嘅流動受到影響，輸送去眼睛嘅氧氣同養分可能會減少。長期落去，眼睛除咗更加容易乾澀、酸攰之外，代謝廢物亦未必可以及時排走，令眼睛長期處於疲勞狀態，增加眼部老化嘅負擔。所以真正嘅護眼唔單止係關注眼球本身，亦要由改善姿勢、放鬆頸肩開始，俾眼睛保持良好嘅循環環境。平松類博士推薦幾個簡單嘅動作，即使喺辦公室都可以輕鬆完成嘅。第一步，調整姿勢，坐直或者站立都可以，保持背部挺直，肩膀放鬆，唔好聳肩。第二步，輕輕轉動身體，以脊椎作為中心，慢慢向左向右轉動上半身，幅度唔需要太大，重點係令頸部、肩膀同背部得到放鬆。第三步，配合眼睛嘅轉動，
身體向左轉嘅時候，眼睛盡量望向左側；身體向右轉嘅時候，眼睛跟住去望右側。通過身體同眼睛嘅協調轉動，幫助活動平時容易僵硬嘅頸肩位置，改善血液嘅循環，減少因長時間保持同一個姿勢而對眼睛造成嘅負擔。每次做約1分鐘，中間可以停低休息一下，再重複做幾次都可以。壞習慣3，眼睛一乾就狂滴眼藥水。好多人成日覺得眼睛乾、眼攰，第一時間就會拎支清涼眼藥水出嚟滴一滴，希望即刻舒緩一下。但平松類博士喺書入面提醒大家要小心呢個習慣，因為市面上好多非處方眼藥水為咗延長保存期限，都會加入防腐劑。如果經常使用，唔單止會破壞眼睛原嚟嘅淚膜保護，反而會令乾眼嘅問題更加嚴重。平松類博士建議，如果需要使用眼藥水，盡量要選擇冇防腐劑嘅單支裝嘅眼藥水，而且一日唔好超過4次。其實要預防眼乾，最重要嘅係要改善日常用眼嘅習慣。平時可以有意識嘅增加眨眼嘅次數，亦可以配合熱敷，幫助眼睛放鬆。眼部熱敷嘅方法，我哋喺上一期已經詳細講解過，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上一期嘅內容。另外，仲要避免長時間睇住屏幕都非常重要，可以配合返前面講嘅20-20護眼法則，定時俾眼睛得到休息，對改善眼睛乾澀同疲勞都好有幫助嘅。壞習慣4，用錯誤嘅方式去捽眼睛，咁等於係不停嘅傷害緊眼球。好多人平時會有咁樣嘅習慣，當眼睛唔舒服、痕癢或者望嘢望得耐覺得攰嘅時候，就會習慣用手指或者手掌大力去捽眼，覺得咁樣可以即刻舒緩返。但其實呢個睇似平常嘅動作，對眼睛可能會造成傷害，因為我哋嘅眼球其實係一個非常精密同脆弱嘅器官，尤其係角膜，厚度大約只有0.5毫米左右。當我哋用力按壓或者捽眼嘅時候，眼球會承受額外嘅壓力，令眼壓喺短時間內升高。如果長期習慣嘅大力捽眼，可能會增加角膜受壓、變薄、變形嘅風險。而反覆嘅捽眼，亦可能影響眼睛內部組織嘅穩定性，加快眼部退化嘅問題。所以平松類博士提醒大家，如果真係覺得眼睛痕癢，唔好第一時間諗住捽眼，可以先合埋雙眼，隔住眼皮，輕輕按壓眼眶周圍嘅骨位，幫助眼睛放鬆。記住，眼睛唔舒服嘅時候，唔好大力去捽佢，反而要用更加溫柔嘅方式去保護佢。壞習慣5，亂用蒸汽眼罩同洗眼液。而家好多人都中意用一啲網紅洗眼液，覺得可以將眼睛入面嘅污糟嘢洗出嚟。亦有唔少人習慣戴住蒸汽眼罩瞓覺，希望可以幫眼睛放鬆、舒緩疲勞。但其實呢啲方法如果使用不當，反而會影響眼睛嘅健康。首先講洗眼液，其實我哋嘅眼睛本身已經有好強嘅自我清潔能力，我哋嘅淚液會自然沖走眼睛入面嘅異物，同時亦會形成一層保護眼球嘅淚膜。而使用洗眼液嘅時候，除咗可能洗走一啲污垢之外，亦有機會連同眼睛原本嘅保護性黏液層一齊沖走。至於嗰啲洗出嚟嘅所謂邋遢嘢，好多時其實只係眼睛正常嘅分泌物，並唔代表眼睛真係唔乾淨。另外，喺使用蒸汽眼罩嘅時候都要注意方法，適當熱敷對眼睛係有幫助嘅。例如之前提過嘅攝氏40度左右嘅溫熱刺激，可以幫助眼睛放鬆，亦有助改善眼部疲勞。但如果買到溫度過高、質量唔好嘅蒸汽眼罩，或者戴住直接瞓覺，令眼睛長時間處於高溫、濕度高嘅環境，就容易變成細菌滋生嘅地方，增加結膜炎等眼部問題嘅風險。所以平松類博士建議，熱敷時間控制喺5到10分鐘左右就足夠，而且瞓覺之前一定要記得除低眼罩，唔好長時間戴住瞓覺。護眼唔係做得越多越好嘅，最重要嘅係要用啱方法。壞習慣6，關燈玩手機。相信而家好多人都有呢個習慣，就係關燈之後玩手機，覺得咁樣好舒服，玩攰咗仲可以即刻瞓覺。但平松類博士提醒，呢個壞習慣對眼睛嘅傷害其實好大。喺黑暗環境入面，眼睛嘅瞳孔會自動放大，令更多光線進入眼內，
當手機熒幕嘅光線長時間直射眼睛，眼底就會持續受到光線刺激，尤其係藍光累積，可能增加視網膜受損同眼部退化問題嘅風險，甚至提高黃斑部病變嘅機會。另外，喺暗處長時間望手機，亦容易令眼睛處於緊張狀態，可能令眼壓升高，增加急性或者慢性青光眼嘅風險。所以平松類博士建議，盡量避免喺關燈或者太暗嘅環境下玩手機。如果真係避唔到，房間唔好完全漆黑，可以開一盞小夜燈或者床頭燈，減少熒幕同周圍環境之間嘅明暗反差。同時，手機熒幕亮度亦唔好調得太光，盡量保持同室內光線接近。每次玩手機大約20至30分鐘，就應該放低手機，俾眼睛休息一下。期間可以多眨眼，保持眼睛嘅濕潤。睇完手機之後，亦可以望下遠處嘅物件或者牆壁，幫助眼睛放鬆。護眼唔係靠一兩次特別護理，而係避免每日累積嘅小傷害，慢慢去養成保護眼睛嘅好習慣。壞習慣7：睡眠不足，令眼睛冇足夠時間修復。可能好多人都會忽略呢個問題，甚至會問：睡眠不足真係都會影響視力咩？係㗎。睡眠同視力其實係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充足嘅睡眠可以幫助眼部肌肉嘅放鬆，修復視網膜，同時仲可以維持正常嘅眼壓。相反，如果長期睡眠不足，眼睛就冇足夠嘅時間休息同修復，亦可能增加近視同其他眼部問題嘅風險。而捱夜亦會令身體血管長時間處於壓力狀態，影響視網膜嘅血液供應，容易出現怕光、眼乾同埋望嘢模糊等嘅問題。睡眠不足唔單止影響眼睛嘅功能，亦會影響眼睛周圍嘅血液循環，令黑眼圈同眼袋問題更加明顯。好多人成日捱夜之後，都會發現自己黑眼圈加深，眼袋變得明顯咗，睇落冇嚟精神。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睡眠不足會影響身體嘅循環同代謝狀態，而眼睛周圍嘅皮膚比較薄，血管變化同色素沉積都更加容易表現出嚟。當然，黑眼圈形成嘅原因有好多，但長期睡眠不足確實係其中一個常見嘅誘因。所以想保護視力，除咗注意用眼習慣之外，保持規律同充足嘅睡眠，亦係非常重要嘅護眼方法。其實保護眼睛唔單止係減少傷害，仲要懂得俾眼睛適當嘅滋養。而喺我哋身邊就有一樣最天然、最簡單，亦都完全免費嘅護眼資源，就係陽光。每日俾眼睛接觸自然光，其實亦都係保護視力嘅重要一環。眼睛唔單止需要休息，亦都需要適當接觸自然嘅環境。咁點解自然光對眼睛咁重要呢？第一，自然光可以幫助眼睛維持正常嘅生理節奏。我哋嘅身體其實有一個生物鐘，而眼睛亦都係呢個系統入面非常重要嘅一部分。當眼睛接觸到日間嘅自然光嘅時候，會幫助身體判斷而家係白天，需要保持清醒同活動。去到夜晚，當光線慢慢減少，身體先會逐漸進入放鬆同休息嘅狀態。所以日頭接觸足夠嘅自然光，唔單止對眼睛有幫助，亦有助維持身體正常嘅作息節奏。第二，戶外嘅自然光對預防近視尤其重要，呢一點對小朋友同青少年更加重要。有研究發現，平時保持規律嘅戶外活動，俾眼睛接觸多啲自然光，對減慢青少年近視加深有一定嘅幫助。點解戶外活動對眼睛咁有幫助呢？第一個原因就係戶外光線強度更高，室內燈光同戶外自然光相比較，光線強度其實有好大差距嘅。充足嘅光線刺激可以幫助眼睛維持一個較健康嘅視覺發育環境。第二個原因就係去到戶外，我哋會自然嘅增加遠距離用眼。喺室內，我哋好多時間都係睇手機、電腦或者書本，而距離通常只有幾十厘米。但去到戶外，我哋嘅視線會自然放遠，望下天空，望下樹木，望下遠處嘅建築物。眼睛需要不斷進行由近距離到遠距離嘅焦距轉換。其實呢個過程就好似幫眼睛做緊一種天然運動，令眼睛嘅調節能力保持靈活。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自然光係好，但而家生活節奏咁快，返工返學都忙，
咁點樣先可以增加眼睛接觸自然光嘅機會呢？其實想增加眼睛接觸自然光嘅時間，唔需要特登安排一個好複雜嘅計劃，可以由日常生活入面嘅一啲小習慣開始。方法一，朝早接觸10到20分鐘嘅自然光，例如食完早餐之後出去散下步，返工途中提早1-2個站落車，行一段路，又或者去露台曬下自然光，等眼睛接收白天嘅光線信號。呢個簡單習慣可以幫助身體知道而家係白天，需要保持清醒同活動。方法二，工作期間主動走出戶外。如果平時長時間坐辦公室，成日對住電腦或者文件，建議每隔一段時間就離開一下座位，可以望下窗外遠處嘅景物，又或者去室外行幾分鐘，唔好等雙眼由朝到晚都困喺近距離嘅熒幕前面，俾眼睛有機會望遠、放鬆，同時接觸自然光。方法三，週末增加戶外活動嘅時間。好多人成個週末嘅行程可能都係商場、餐廳、室內娛樂，雖然舒服，但對眼睛嚟講，接觸自然環境嘅機會其實唔多。不妨安排一啲戶外嘅活動，例如去公園散下步、行下山，或者去海邊吹下風，等眼睛真正接觸陽光，觀察遠處嘅景物，享受一下自然環境帶嚟嘅刺激。其實護眼唔一定要靠昂貴嘅產品或者複雜嘅訓練。有時候每日花少少時間行出戶外，俾眼睛多啲接觸自然光，就已經係一個非常值得培養嘅好習慣。其實護眼並唔複雜，關鍵就係將正確嘅小習慣融入每日嘅生活入面，由改變一個小動作開始，就可以為眼睛累積長遠嘅保護。今期先分享到呢度啦，希望今期內容可以幫助大家建立更好嘅護眼習慣。如果你覺得今期內容有幫助，歡迎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同家人，同時亦都記得 like、subscribe 同開啟小鈴鐺，支持一下我哋。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